我嚟睇睇美孚新村兩房呢個案例。玻璃隔斷分隔廚房同埋客廳，顯得通透闊落。廚房 U 型設計，多啲可操作台面，煮餐飯都有動力啲。電視純白組合櫃，收納功能都唔好睇少嘅。就餐區圓台更慳地，通頂餐櫃分層分區啲嘢，伸手就攞到。玄關處全新鏡，方便出門整理而用。對面鞋櫃設計得夠晒排面。兒童房綠加白配色，清新自然，定製組合家私，展示收納都有齊。主人房空間大氣舒適，做床頭背景擺低大床，靠牆成排衣櫃，玻璃門板更顯高級。無論係舊樓翻新定新居裝修，我哋都能不讓每寸空間煥發新生，包你啱心水。